贵啊，这10天的戏啊，你拢互秀芬落去做呢？伊主动哦，甲价钱哦降1/3呢。那你做什么决定？贵阳市也已经支持你，不过你甲介绍接去10天的戏，你敢有去顾虑所有歌戏班的生存？戏早到一半就偷走去，即摆搁倒来抢戏咯，真正哦，饲了气家暴地啦！你知遇到什么困难？这会才需要钱。咱是要贴平演出来呢，本团是你做头手的，啊，即摆另外一平散要做小生啊，敢会当互我机会？你若有才吼，都你做啦。不过万行拢要照天讲哦。人讲送君千里，将士一别，就请你有兄你有父啊。贤弟，今日就让有兄送你一票。头壳整一类尔，哦，爸爸小姐，你整一类尔，你出来看医生啦！进宫，哎呀，自从阮爸走了，阮妈妈就这样辛苦经营保健室啊，到即阵。人玉莲20几岁就一定接班咧做头家啊呢？你敢无家己的想法？我想要家己做头家哦。秀芬啊，打走尔，你做一个头家仔，佮讲要出班，安尼敢讲会过？你这个新妇哦，我拢得要教死啦！哼，拢怪迄秀芬姨啊，甲阿芬姨带走，害人哦欠人欠到互人嫌。我看到阮爸的手机簿仔内底有写，你老恁爸的手指簿啊，找这要送啥？后摆你就对我来去庙甲人计价，迄戏路要紧签啦，啊若无扣别班哦，甲恁赶了了。我甲恁拜托，要讲话的时阵，头脑小思考一下再讲好无？咱做戏人若学了，迄风声传出去，别班免哪抢会走。暗时要困的时阵哦，枕头就贴较悬的，小想一下。